台南市长黄伟綽出现伫荧幕内面，化身数学老师来教大家安怎留比例册。我是协同教学老师黄伟哲，虽然你们看起来是字反，但是我就叫黄伟哲。台南市整合所有学习资源，发展虚实产业创新教学，运用这项技术，将课程画面直接放送给其他学校共学。那我想大家都听过 AR、VR。甚至叫 MR 所谓的混合的。那现在呢，最夯的有人叫它 XR， 其实就是 XR。事实上，它就是结合了虚拟跟实境的一个所谓混合学习。那我们过去呢是单向的，后来变互动的。活动现场由台南市长黄伟綽率领各学校宣誓爱将所有学习全面扎根，全力发展创新科技学习、5G 智慧科技等计划。全球化的时代里面是。这个很没有办法来区分城乡的，那偏偏城乡都有一些数位落差，所以我们要努力来让许多北部、南部、都市或者是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的同学都有同样的机会，甚至有更多的机会来从事数位学习。教育局延续111学年度生生用平板计划，为今年度开始，将全面规划老师陆续课程所谓科技的应用，未来也将投入1亿的经费，用在咧所谓内容一机两体。我们呢，像这种虚拟的摄影棚，虚拟的会议，在疫情的这几年，也发现，它越来越，在业界里面呢，也非常多了。但是呢，到教育里面来，还算是一个新的开始，算是一个前瞻。我们期待呢，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虚实整合的一个环境，我们可以让孩子呢，去看到一些例如本来我们碰不到、看不到的。今年所谓学习计划为18间学校推广到36间，同时结合教育部5G 智慧学习学校推动计划的22间学校，以及5G 新科技学习示范学校计划18间学校，全市超过2/3的学校，拢参与着研发创新教学模组，运用校际联名，将台南市打造为所谓学习教育之都。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。